到这里差不多安全了吧？哪里安全了？凯莉，你就不能悠着点儿吗？没办法，因为是在跑路嘛。我们三人小队终于又重新汇合了呢。可我们的小队已经……凯莉，之前你为什么擅自离队了？啊，你是那个呀？当时那种情况，我离队不是理所当然的嘛。为什么？因为组队系统是可以查找队友位置的呀。如果不马上离队的话，鬼天盟的人只要强迫你们打开终端，我的位置一下子就会暴露了。那样我还怎么逃得掉呀？更别说想办法救你们啦，对不对？原来如此。好啦，一时离队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，我们互相信任，我们的小队随时可以再组建起来的嘛。是这样吗？但是凯莉，我们在鬼天盟还听说了一些事情，是关于你的。哦，关于我的，是什么呀？他们说你是传说中的新人杀手星月魔女。凯莉，这是真的吗？哎呀，真是的，鬼天盟那些人的话，你怎么能信呢？他们可都是些坏人呢。坏人吗？也不一定吧。金，你为什么要替鬼天盟的人说话呢？不是被他们给骗了吧？任何花言巧语都不如自己亲人所见更有说服力。再骗人的到底是谁呢？大闹过一场后，就想一走了之吗？鬼天盟可不是能让你这么随意来去的地方。凯莉，竟然能追到这里！想抓住你的尾巴确实不容易呢。不过还好，这回我们有了得力的帮手。金，紫堂幻，多亏你们了。我们借助终端可以查找队友的位置，你们应该知道的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难道他们还没告诉你吗？金和紫堂幻已经加入了我们鬼天盟哦。我们真想不到啊！一直以来都是我骗别人，这次竟然被别人给骗了，还是被这种傻小子！你早该想到会有这一天了，星月魔女。凯莉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真的是新人杀手星月魔女吗？现在我说什么，你还会信吗？只要你说真话，我就相信。哼，但是很可惜，我已经不相信你们了。小心！凯莉，没错，我就是星月魔女凯莉，你们口中的新人杀手。金、紫堂，你们俩也不过是被我盯上的猎物而已。本来想把你们养肥一点再杀的，但现在你们惹火我了。
是……哼，我只是在遵守鬼狐大人的命令而已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鬼天盟的人可轮不到外人欺负呢。来吧，小斯巴达们！错了，不是他们，敌人在那边，是凯莉啊！凯莉，这次你插翅难逃了。真的吗？好像也未必吧。先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脚下。什么？鬼狐大人！这个都动。我没事，不要乱了阵型。这样的东西我还多的是呢，都送给你们吧。都不要慌，这种炸弹对人杀伤力很低，没必要害怕。鬼狐大人，凯莉她不见了。这个狡猾的魔女，是为了趁乱逃跑。下次见面就是敌人了。金，紫堂焕，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大家呢？不要紧，这种系统兑换的炸弹对有原力保护的参赛者伤害非常有限。凯莉只是用它们来制造混乱，好趁机逃走而已。凯莉她又逃走了。不得不说，又被他摆了一道。但这种把戏他也只能用这一次了，而且。你们也算看清他的真面目了吧？是啊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我们还真是逃过了一劫呢。多亏遇到了鬼天盟的大家，对吧，金？不用想太多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驻地那里还有一堆烂摊子等着收拾呢。下次见面，就是敌人了吗？So I feel the hunger and thirst.
矢量是指一个同时具有大小和方向的几何对象，直观上，矢量通常被标识为一个带箭头的线段。